明仔载就是礼拜连假上尾一天，高公局预告讲，国道专线上北的车会真多，尤其是国道5号宜兰往台北这个向，可能会塞到暗时8点。也今仔日因为东北季风来影响，水气阁变高，玉山伫早起7点外开始就泄，到甲10点，这个泄只有4公分宽。西坡湾地面甲树啊，亲像银白色的世界。受东北季风甲华南混合区东线的影响，关山水气充足，加上气温向落落来。日白早起7点10分开始，玉山就落雪，甲早起10点为止，积雪深度已经有4公分。不过下晡过后，落雪几率就大大减少。今天白天这段期间，其实玉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机会，不过还是要看今天玉山在中午过后的低温能够配合得到。气象署表示，日8连假第一天，各地云量偏济，局部地渐转雨，不过整体落雨强度不是真济。虽然天气无稳定，不过无影响大家出佚佗意愿。高公局有讲，国道全市交通量是107万车公里。拜日3月7日也是连假最后一天，国道全线会是上北车流为主，尤其国道5号宜兰往台北方向车会真多。宜兰地区要北返往台北的车流呢，大概在早上9点过后就会开始出现，那车流可能会持续到晚上8点过后才慢慢的消解。高公局强调，连假最后一天依然有国道疏浚措施，包含中昼12点到暗时9点，国道1号后备保险系统上北加国道3号西边上北10度是封起。下晡1点到6点，国道5号苏澳路东宜兰加头城上北14个清在管制。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用单一汇率和8折收费。出门进前先查详细路况，才袂塞伫车阵内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